聖經約翰福音12章27節，我現在心裏憂愁，我說什麼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脫離這時候，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。呢個係耶穌基督將要上十字架嘅時候，表達出佢心裏邊嘅嗰種嘅憂傷。佢點解憂傷呢？因為佢要上十字架。佢上十字架當然喺肉身上會受好大嘅痛苦，但係佢係背負住全人類嘅罪，擔當全人類嘅罪，為你為我嘅罪，為我哋代死喺十字架上。當佢上十字架嘅時候，背負全人類嘅罪，佢覺得真係好似天父好似要掩面，好似要離開佢咁。佢喺十字架上話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何離開我呢？所以一個係好重嘅一個負擔。佢話求神救佢脫離呢一個嘅時候，但佢又好清楚佢為呢個時候而嚟。耶穌嚟為我哋代死，叫我哋信他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